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試過喺一間公司嗰度做得好辛苦啊？付出咗好多啦，但係完全係冇回報嘅喎，升唔到職啊，個老細唔想升啊嘛，努力嘅成果全部俾人哋立走晒啦，咁啊自己喺度原地踏步。然之後咧，你身邊有個 friend 轉咗間公司做咗2年，已經升到你追唔上個位啦。咁你問佢咧，點解呢？今晚佢就淡淡咁講咗一句喎，我揾啱咗老細咯。今日我唔係講職場嘅功力，我係同你解構一個三國時代嘅天才啦。佢就叫做郭嘉，一個生活咗38年喺歷史嗰度留低咗最耀眼印記嘅頂級謀士啊！佢嘅智慧唔係喺有幾叻嗰度，而係喺佢知道自己嘅叻應該擺喺邊度用。咁郭嘉字奉孝呢，人千人嚟嘅。歷史師對佢嘅評價係才策謀略，世之奇士喎。曹操對佢嘅評價更加直接啦。每一次打仗呢，曹操要帶埋郭嘉啦。咁郭嘉死咗之後呢，曹操喺赤壁嗰度打咗敗仗，咁啊仰天長嘆啊！郭奉孝在，不使孤至此。一個謀士可以俾最頂級嘅自託嘅一個君子啊，喺最慘烈失敗之後呢，第一個諗起佢呢個人到底係有幾個特別呢？今日我哋唔係就係講郭嘉有幾叻，我哋要講嘅係點解選擇咗曹操，而唔係留喺袁紹嗰度呢？呢個選擇係佢一生最關鍵嘅決定嚟嘅。咁古仔要從郭嘉嘅第一份作講起喎。咁郭嘉後生嗰時候呢，投奔咗當時北方最強嘅諸侯袁紹。袁紹係乜水啊？四世三公，名門望族，地盤最大，兵力最強，名望最高嗰個啦。喺當時嘅形勢下，投響袁紹係最理性嘅選擇嚟嘅，幾乎係所有人都係咁諗嘅。但係郭嘉見完咗袁紹之後呢，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震驚嘅決定嘞，走人。咁佢見咗袁紹一次呢，就話唔到啦，又留低咗一句話：袁公圖欲效周公之下士，而不知用人之機，多拈寡要，好謀無歇啊！翻譯成今日嘅白話就係呢：袁紹啊想學周公禮賢下士啊，但係佢根本唔知點用人，諗橋就多啦，但係重點太少。又好謀劃，但係呢，從嚟決定唔到。呢句話就係喺郭嘉喺見咗袁紹第一次之後得出咗個結論：一次就夠啦。點解郭嘉可以一次就睇穿呢？因為佢嘅睇嘅唔係表面，唔係話地盤有幾大，兵力有幾強啊，名聲有幾好啊。佢睇嘅係呢個人嘅內部決策系統係咪完整嘅呢？袁紹嘅問題唔係唔叻，佢身邊嘅謀士田豐啊、沮授啊、許攸，每一個單獨攞出嚟都係頂級嘅人才嚟嘅。但係袁紹嘅決策系統有一個致命嘅缺陷，就係指標太多，冇最高嘅決策原則嚟裁決衝突。咁田豐講一套，許攸講另外一套，袁紹喺中間左右為難。咁最終呢，邊個講得神意，咁啊聽邊個嘅呢？用今日嘅話嚟講嘅話，就係話袁紹嘅決策係情緒驅動嘅，唔係話原則驅動嘅。咁郭嘉知道咗之後呢，喺呢種系統入面，再好嘅謀略都會變成咗噪音啦。咁再精準嘅判決都會俾情緒覆蓋咗。佢嘅稀缺資產啊，放喺呢度就俾白白浪費咗啦。所以話佢走咗啦。但係
走咗喺袁紹嗰度走咗啦之後呢，國家就冇急住去揾下一位老細喎，佢等咗個史書記載啊，國家離開咗袁紹之後呢，有一段時間喺蟄伏嘅，唔係話揾唔到機會，係主動喺度等一個真正匹配佢嘅機會。呢個等待啊，係好多人做唔到嘅事情。大多數人離開一個壞老細之後呢，急住揾下一份工，揾到一個比上一個好少少嘅，然之後重複同樣嘅循環。國家唔係，佢知道啊，稀缺嘅資產唔應該賤賣嘅。咁錯誤嘅等待係被動嘅、焦慮嘅，正確嘅等待係主動嘅、清醒嘅。我知道我要乜嘢，我喺度等嗰個嘢嘅出現，等待本身咁樣係封閉系統成熟度嘅體現啦。咁機會嚟啦，神喐將國家推薦咗俾曹操。曹操見完咗國家之後呢，講咗一句話：使孤成大業者，必此人也。咁國家見完曹操之後呢，都講咗一句話：真係唔止嘢，真係我嘅指引嚟嘅呢個，真係我嘅子宮嚟嘅呢個。兩個人見咗一次面啫，互相確認咗啦，你就係我要揾嘅人。呢種即時嘅雙向確認啊，唔係緣分，都唔係運氣，係兩個內部系統高度嘅匹配嘅人。第一次接觸到就感知到對方嘅質地啦。咁曹操嘅決策系統同埋袁紹嘅係有咩本質嘅分別呢？第一就係佢個目標為一，曹操嘅終極目標從嚟都係好清晰嘅，統一天下，重建秩序。呢個目標唔會話因為情緒啊、有冇 face 啊、人情而改變嘅。咁第二個呢，能接受逆耳之言，就係忠言逆耳啊嘛。咁國家多次係俾曹操提出咗違反常規嘅建議嘅，咁包括喺危險嘅時候輕裝其疾啦，喺大家都反對嘅時候堅持不正勿行啦。咁曹操每次都聽咗，咁每次都啱咗咯。咁一個喺壓力下接受正確但係逆耳嘅建議嘅人，佢嘅決策系統係有真實內核嘅。第三，用人不疑啦。國家喺曹操身邊，從嚟唔需要包裝自己嘅判斷，唔需要考慮老細嘅情緒再做決定講咩嘅，佢可以直接講，咁樣老細曹操可以直接用。呢種工作狀態呢，係國家嘅稀缺資產可以100%咁發揮嘅唯一條件。咁國家加入咗曹操之後呢，做咗一件事情，寫低咗歷史上著名嘅十勝十敗論啊，唔係講軍事嘅部署，唔係講兵力嘅對比啊，佢講嘅係曹操喺邊一10個維度贏過袁紹，袁紹喺邊10個維度咁樣必然敗俾曹操嘅。其中最核心嘅係邊幾條呢？紹外寬內忌，操外簡內明。袁紹表面寬容啊，內心多疑嘅。咁曹操表面簡單，內心清醒嘅。咁紹好謀無揭，操策策而行啊。咁袁紹計劃多啊，但係執行差。曹操決策出嚟就執行，即刻執行。紹以易動，操以神率。咁樣袁紹逆時而動，就冇順勢而為啦。咁曹操就順勢而為嘅。咁國家寫呢啲文章嘅意義，就係分析敵我，係用文字嚟確認自己選擇嘅正確性嚟嘅。佢喺度話俾曹操聽，都係喺度
話俾自己聽，我選啱咗啦。咁呢種自我確認唔係自大，係一個對自己嘅判斷嘅信任喎。我睇見咗你真實嘅系統質量，我選擇咗我個稀缺資產擺喺呢度啦。國家38歲就死咗啦。咁北征烏桓回程嘅途中病逝咗喎。咁曹操悲痛如常啊。後嚟赤壁嗰度輸 Q 咗啦，仲輸得好慘添啊。曹操講咗句話啦：國奉孝在啊，不使孤至此。好多人覺得國家英年早逝嘅悲劇，但換一個角度睇，國家喺曹操最需要佢個階段，完整咁發揮咗自己嘅所有價值。官渡之戰啦，北征烏桓啦，曹操統一咗北方最關鍵嘅兩場決策，國家都喺度嘅。咁佢個稀缺資產放啱咗地方啦，完整咁樣燃燒咗啦。38年短暫，但係比較完整嘅。呢比好多人生活咗70、80歲都好好多，特別係將一生稀缺資產放喺錯嘅地方嘅人啊，活得係更加有密度添啊。講完國家，講翻你自己，你有冇試過做一份工啊，付出咗全部，但係感覺自己嘅能力永遠係發揮唔出嚟嘅？唔係你唔夠好啊，係你遇到咗個現象啊。一個係多端寡要、好忙無缺嘅老細，或者一個決策系統殘缺嘅公司，喺呢個系統入面，你再好嘅判斷啊，都變成咗噪音啦。再精準嘅執行啊，都會俾情緒覆蓋咗啦。國家俾咗你一個清晰嘅方法喎，喺選擇投入之前呢，先評估對方嘅系統嘅質量，唔係評估對方嘅資源有幾多喎，你嘅地盤有幾大啊，俾嘅薪水有幾高啊，而係評估呢個人、呢間公司、呢個賽道啊，遇到真實嘅衝突嘅時候，佢哋用嘅原則裁決，但係用情緒裁決嘅，咁佢哋可唔可以接受逆耳嘅正確判斷呢？佢哋嘅目標係清晰唯一嘅，仲係多端寡要嘅呢？更可以回答呢3個問題，你就知道呢個係唔係值得託付稀缺資產嘅地方啦。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嘅應用，係國家離開咗袁紹之後呢，有一年等待期啊，好多人做唔到呢個等待啦，因為生活壓力大啊嘛，焦慮，覺得嗰啲時間喺度流逝緊。但國家知道一件事情，寧願喺等待中保存個稀缺資產，都唔可以將佢賤賣 Q 咗，特別係賣 Q 咗俾一個錯誤嘅系統啊！錯誤嘅平台會消耗晒你嘅，咁正確嘅平台呢會放大你。呢兩者嘅福利嘅差距係隨住時間嘅增長係越嚟越大嘅。咁最後啊，我想用3句話總結今日嘅國家。第一句就係話：良禽擇木而棲啊，良臣擇主而事啊。咁呢句話國家冇講，但佢用一生示範啫。第二句呢，就係話國家自己嘅行動語言，第一次見面就夠判斷一個人嘅系統質量啦。第3句係我想送俾你嘅，你嘅稀缺資產擺啱咗地方呢，你就國家擺錯咗嘅話呢，就係范增啦。咁呢兩個人同樣係頂級，命運係完全唔同嘅。因為范增擺咗行義嗰度呢，唔係因為能力，係因為一個選擇喎。國家嘅智慧，唔係話你有幾叻，係話你嘅叻要擺向值得嘅地方。咁我就係先去到啦，我哋下期見啦，拜拜。